每個男士都有自己嘅心頭好，有人鍾情於精緻嘅手錶同埋相機，而我呢，就特別鍾意開篷車同電單車。我揸咗開篷車已經13年啦，呢架寶馬 Z4 係我第3部。我鍾情於開篷車係因為佢能夠俾到我最原汁原味嘅駕駛體驗，尤其係喺呢個已經由電動車同埋 SUV 主導嘅年代。開篷車從來都唔係一個理性嘅選擇，但我咁講啊，似乎凡係好玩嘅嘢都唔係理性嘅。當你打開個車嘅篷嘅時候，你嘅世界咧就變得一覽無遺啦。你着咩衫啦，你同邊個一齊啦，同埋你聽啲咩音樂啦，等等，都公諸於世，毫無私隱可言。但係你嗰個回報咧，就係一個更加強嘅一種駕駛嘅體驗。你可以同你周圍嘅環境咧係有更加密切嘅接觸，你嘅視野係變得更加廣闊，同埋對周圍嘅事咧，你係覺得更加係有一種親密嘅一種感覺嘅。咁有啲人咧就好抗拒呢種嘢啦。咁有啲所謂 hater 咧就話你喺度扮晒嘢 show off 咁樣。咁而我咧就唔係好 care 嘅，每次我都係盛裝出發。咁講開衣着，我每一日咧最中意嘅就係一套剪裁得好嘅意大利西裝啦。咁配一條靚嘅意大利真絲領呔同埋一個簡單嘅袋巾啦。其實男人最好睇嘅咧就係打呔啊，但係咧唔知點解咧，而家啲人偏偏就係唔打嘅。我自己就唔係話好主張咧用好多嘅帶好多配飾嘅。咁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嘅 dress watch 一個錶，咁加一對好似咁樣嘅呢啲嘅袖口紐咧，我覺得已經係相當之足夠啦。唔講你可能唔知，其實鞋同襪咧係一個都幾被忽視嘅一環嚟嘅。咁所以我自己咧就一定着一啲經典嘅 Oxford 啦，配埋呢啲嘅意大利真絲嘅半透明嘅襪嘅話咧，咁個效果就更加好啦嚇。咁非常之彰顯到一個即係gentleman 嘅一個風格嘅。到咗週末咧，我就會放低西裝同領呔，着上一件 casual 嘅外套，配翻條絲質嘅 Escort 頸巾同運動手錶。Escort 一直以嚟咧都同開篷車同埋荷里活嘅浪漫電影偶像畫上等號，係最能夠彰顯駕駛開篷車風格嘅配飾。隨着越嚟越多汽車生產商將佢哋資源投放響電動車度，開篷車其實已經係一個瀕危絕種嘅車種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想要嘅話咧，就要盡快啦。識揸棍波嘅話咧，最好就買棍波車啦，因為呢個係一個享受開篷車最終極嘅一個方法。記得唔好留記粒記。我對電單車嘅熱愛程度，甚至乎比對開篷車更深。18歲嘅時候咧，已經擁有自己第一部電單車。呢部全新嘅寶馬 S1000 RRM Package， 唔單止係我第一部嘅非日系電單車，亦都係我第一部嘅超級電單車。佢嘅1000cc 4缸引擎，提供超過200匹嘅馬力。呢個絕對係電單車中嘅林寶堅尼。
我好中意呢部車，無論佢個外形啦、佢個性能啦咁樣，特別是佢個聲啊，咁大家一齊嚟聽下咯。對我嚟講，呢個係交響曲；對其他人嚟講，呢個純粹係噪音。隨着 EV 同電動電單車嘅出現呢，我越來越珍惜呢種引擎嘅聲音，可以話係百聽不厭嘅。同開篷車一樣，我揸電單車嘅時候呢，都好重視我嘅衣着。呢一套原廠嘅寶馬皮革、頭盔同埋 boots， 配埋呢對我自家出品嘅太陽眼鏡，淨係一套完美嘅組合。呢個係我對電單車文化嘅致敬。我覺得揸電單車嘅時候，你總唔能夠着 T 恤同波鞋，就正如你唔會着一件 polo shirt 同懶佬鞋出席一個盛裝嘅宴會一樣。我揸車嘅時候一定要帶住 Apple Watch， 因為佢有一個自動偵測你有冇跌低嘅功能，並且幫你自動報警。呢個真係救命嘅好工具。我好中意呢條黑色嘅皮帶，因為佢加咗呢啲鮮豔嘅紅色縫線，令到佢有一種好經典嘅賽車味。好多人成日問我：你揸電單車驚唔驚㗎？咁我諗，如果我話俾你聽，我完全唔驚，你呃你嘅啫。但有時啲嘢就咁奇怪，尤其喺gentleman嘅世界裏邊，好多時候感性往往比理性嚟得緊要。但馬球就係一個例子啦，佢又快又危險，但偏偏最中意玩嘅咧就係啲 gentleman。電單車令我學會活在當下。當你揸電單車嘅時候，你100%集中注意力。我揸得越多，就變得越專注。呢個確實對我人生有好大嘅幫助。喺80年代有一個好正嘅洗衣粉廣告，個標題係 Dirt is good， 污糟係好嘅。畫面裏邊嘅細路盡情咁響泥地上面玩，即使成身都係污泥，都在所不計。呢個廣告簡直係一種解放。我諗電單車嘅版本會係類似騎在當下，或者係好似寶馬所講嘅 Make life a ride。